1996年6月24日，在二次大战期间，和日本人调去做兵的台湾人，经过50天后，到日本交流协会去抗议战后赔偿金无够，这老兵唔拿弄破大门的玻璃，佮入去兵医兵倒，因表示讲赔偿金额应该提悬2000倍。虽然警方及时赶到现场，也毋过议员无多阻挡老兵的怒火。1997年6月24日，内容引起争议的各种教科书认识台湾总算修订好啊。其中原本只以活动来描述外族的殖民统治，现在改用统治来形容；而原本争论不断的日据或是日治，也改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来称呼。不过最大的改变，可能就是用中华民国在台湾描述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况。那把它改成中华民国在台湾独派人士的看法跟统派人士的一个看法，我想对这个结果可能都会不满意的。修订结果引起真热立委的不满，不过国立编译馆强调讲，除非教育部下令停止，也若无教科书，议员会照常出版。